去面对我们要去面对挫折，我们要去面对一些就是说这个会发生的情况，但是这就是要有信心去面对它。好，那这部分所以说最后我的这个看法是，就是说上帝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就是要真的去敬畏他。我们中国有成语的，所谓的人定胜天，我认为人一定不胜天。为什么？因为即使你假设你发明了核能，可是你就是破坏了环境，或者说你做了哪些事情，你的会有一些side effect，这side effect你可能不知道，但人会很难去 prevent 什么东西，而是说你去 discover 什么东西。所以我最后